你发烧了？你真打算把机械心脏的事儿告诉江小宁？如果啊，我就直接把原因告诉他，会不会好一点？这样瞒着他，让他等3个月，我真的怕。可是这个秘密你已经守了这么多年了，你就这么随意的说出去了？随意吗？川，3个月之后，我说万一啊，万一博士没搞定，你暂时还不能跟江小宁在一起，这样你也愿意让他知道吗？如果是江小宁的话，我觉得可以。你这绝对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啊！到底为什么要等3个月啊？我有点等不及了。我觉得爱对方就要真诚的表达呀。你再给我点时间，我就可以彻底解决。从此以后，你就可以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了。充电中断。一起吃个午饭吧。好的。怎么样？想吃点什么？看见你什么都不想吃了，忘记饿了。要不要去吃一点汉堡或者薯条之类的东西？汉堡？你以前不是不吃这些垃圾食品吗？你喜欢的我就喜欢。这几天过得真开心，我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你之前不是说过，2个人在一起不能有所隐瞒，有什么必须要说出来吗？如果你不想说，我就不会再问了。今天你想问什么，都可以问。可以吗？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这个目的。我就是想问你，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你说的3个月呢？我猜你就会问这个问题。这件事啊，说来话长啊，我可能要给你讲一段时间。只要你愿意说，我愿意听一辈子。你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真对不起，你要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啊，慢点就好。小心点啊！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没事。老板，你脸色不太好，要不要送你去医院？我先回趟家，晚上我给你打电话。